多谢评选来回顾这件公案的意外，台北市中山区台地街94巷站的发生人家厝起气的意外，2楼变1楼，1楼变地下室。初步的判断可能是附近工地施工无灌水，地思讲地基无在好启动的人家厝，因为安尼受到影响。这个消息一个传出来了，包括台北市长张万安、副市长李树川拢有赶到现场，除了对边仔实施车辆的管制，嘛伫半暝紧急疏散197户367个人，并且安置329个人到这个高警边仔这个旅馆去休困。今日一透早，张万安又到现场关心状况，表示讲是建商挖到第3站的时，差不多12米的所在，因为当时这个底拍无好，造成连续壁船咧壁去边仔这个建物安尼落落去。不过为昨暝开始，这个继续咧灌浆，详细情形若讲稳定了，会通知这住户登去现场。摕物件。暗时啊，轰隆隆嘅声音真大声。台北市中山区台地街94巷徛街，熊熊贵探讨，那5楼变4楼，原本的1楼直接落落地下。啊，伫咧落落去进前，路口的铁窗都已经歪去变形，搁断去，外面是互人看甲心惊惊。厝起去，涂骹嘛比开，警察接到报案，水车南孔拢随赶到位，现场有封锁线，初步检判是厝乌白起，才会落落去，包括台地街84巷巷仔口、124巷、101巷巷仔口，搁有台地街94巷3栋的所在，拢有做交通管制，车辆敢会当驶出来，袂当入去。94巷一弄这2排的建筑物，我们都已经把它清散掉了。电回头看代志经过9月7日8点34分，民众报案讲厝起气，过5分钟，警消来到现场。10点28分，副市长李树川嘛来到现场关心。10点49分，熊熊轰隆隆叫声音，厝就安尼跪探讨。10点56分，张万安前往坐镇，嘛伫咧半暝啊，疏散197户367个人，安置329个人去高警旅馆住。建商往下挖到第3层，大概12米的地方，那当时还没有完全做打底，那就造成整个压力承受凸起，然后连续壁折断，调度了水车、灌浆车，持续在灌浆，先把状况稳定住。那目前了解，我们会持续灌浆，大概是2到3天的时间，希望一切安全无虞之后，我们会再即刻通知住户来回到现场取相关的稳定。小林说，2天赶到现场，马赛指挥所甲民众到安置。另外，张万安嘛来慰问居民，新路的草坪原因依法补偿。不过，顶摆才发生乌动，把7个壁共安以外，安全问题恐惊互外界拢安心袂落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